嗱，今日咧政府咧就上嚟傾港大醫學院校園嘅重建工程計劃。咁睇翻近20年咧，醫學院嘅學生人數咧就升咗成200%，教學設施嘅面積咧就起咗50%，但學生設施嘅面積咧就只有起咗2成嘅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供不應求，咁啊肯定係要支持啦。尤其是香港人多地少，喺有地嘅情況之下，又供不應求，唔用咧係離晒大譜嘅。嗱，但係咧我又好擔心喎，諗起上年港大話喺附近近薄扶林道同域多利道之間嘅土地起一個國際創新中心嗰單嘢咧，初咧就話諮詢過所有人，個個都話冇問題。去到最後咧，連立法會議員都反對，一個出嚟就個個都出嚟。咁我留意到今次政府咧又話事前諮詢咗啦，嗰啲 stakeholder 梗係唔會出聲啦，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受惠人士嚟噶嘛。咁後來佢解釋咧，正就話佢諮詢晒所有啲 stakeholder， 即係嗰啲醫護人士啊、教員啊、學生啊咁嗰啲完全都唔係啱嘅對象，你諮詢嚟做咩咧？佢哋梗係好噶。其實上次港大創科中心都係啫嘛，係附近啲屋苑啲居民反對啊嘛。咁其實而家最緊要咧，就而家周圍嗰啲屋苑嗰啲居民啦，呢個工程咧個工程範圍咧，離開最近嘅屋苑咧就係得58米嘅啫，就係呢個碧麗花園同埋美林苑呢啲咁嘅屋苑。喺我選區屯門都面對一個咁嘅問題，佢哋喺屯門繞道話要起一個通風系統，最近嘅屋苑係100米，都嘈到拆天，同政府拖拉咗好耐，政府都唔知點去繼續呢個工程。而家得58米，咁我問港大嗰邊，你有冇問過呢兩個屋苑啊？58米啫喎，佢竟然同我講冇喎，冇諮詢過呢兩個屋苑喎，咁都得？咁你淨係諮詢呢個範圍入邊嗰啲受惠嘅人士，附近呢啲屋苑你唔去諮詢？港大嗰邊解釋，竟然咧重複話諮詢咗呢度入邊嘅人喎。咁我話你有冇聽到我問題啫？我已經話咗俾你聽，你諮詢嘅對象錯咗㗎。你呢個美林苑同碧麗花園，你有冇問佢哋先？佢先至死地氣話冇，咁佢都好老實，佢話冇。咁我話你仲唔快啲去諮詢？係嘛？我立法會議員，我盡我能力幫你㗎咋。咁一次又一次都係呢啲咁嘅嘢，上次已經一次啦，又係港大，今次第2次。點解佢哋同樣港大，上次狀元辦創科中心，今次呢個教學醫學院加建，竟然冇吸取教訓呢？咁都得？